后来继续来看森林的这个地层继续咧落车，根据着经济部水利署监测的资料，今年落车面积超过226平方公里，其中中部科学园区、虎尾园区一年车落7公分上介严重。讲上主要的原因也是农民抽地下水。森林的中科虎尾园区内底工厂有5间，外口看起来拢无各样，严格地盘是当年拢咧落入。根据经济部水利署的监测资料，森林今年的地盘落入的面积是226.4平方公里，严格其中中科虎尾园区一年就落入7公分，上介严重。对新建筑的部分那我们要尽量减少它会增加的这个荷重所以都会要求挖地下室也针对后面可能还会有的建筑，现在正在准备环差的这个报告。关乎水利署分析，今年落入的面积虽然和去年来比有减少，严格深度绝对6.2公分来到7公分。原因除了是园区今年起建设厂房，地势在当的比例增加。另外，农民超抽地下水，这是主要的关键。整个大趋势来讲，地层下陷是有减缓的趋势，主要是在农业用水是大宗，我们就减少农业用水的一个蓄水量。农民伫农地边乌井，利用工具抽地下水，这拢是在地居民用来灌溉的主要水源。严格到底要安怎做，才会当互森林地盘落入的问题卖遮严重呢？水利署讲，目前除了看到农民减抽地下水，嘛鼓励转种动态作物，继续减少农业用水的储水量，互地盘落入的问题会当解决。Hello， 我是张新文。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赶快订阅、按赞、开启小铃铛，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